闸门溪排水10号桥改建伫市长吴伟铁甲所有贵宾面带见证正式剪彩通车，场面相当盛大。市长为替家属贵宾看到小朋友行过改建的10号桥，以欢喜心来迎接通车。可是桥梁也未改建进前，长度只有10公尺，造成排水疏救。伫施工阶段，就先将通风断面拍开，增加到6倍。干务局长苏金安表示，伫施工期间经过大号的考验，排水就明显改善，毛地方相当肯定。施工的时阵啊，咱就做一个便道，便道做的时候，咱就将这个树梢这个10米宽这个在障碍呢，咱拢卡掉。所以迄个时阵咱咧施工中，其实排水的这个改善，咱就显现出来。这个路面河道的改善是伫这个本店路3段超正桥车延伸过来了，拓宽本店原地15米，拓宽到50米，爱当改善这个水患。早期位伫安南区安中路4、5段的交界，嘛是跨闸门溪排水桥梁。这摆改建工程除了提供安全利便的交通环境，嘛希望摆脱一个大雨到安中河的臭名。以过去常常每次淹水的著名点，就是在安中路。那过去古有安中河之称，这个坦白讲，我们要洗刷这个名称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本来通水断面那么窄。现在把它打开之后，可以通水的这个量可以增加6倍，不是60%，是增加6倍。那所以说这样子就得大幅降低周边这个区域它的水位大幅降低水位之后就比较不会淹水。该工程投入1亿9千万，水利署的补助1亿2千万，市库才负担6000多万。经过当月施工顺利通车，天气上侪乡亲嘛拢到场观礼，以办喜事的心情来庆祝。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